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城楼上的陌生女子，冥冥中像是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看不清楚她，她却似乎看见了我。甚至是一种要将我穿透的眼神。陆皇后谋害贤相，架空皇权，生活奢靡，贮空国库。纵观他这一生所为，确实担得起妖后这个称呼。那或许是人们想听的称呼啊。沈先生当真如此笃定吗？我向来只关注字里行间的真相，不谈感受。听说这古书可灵了，尤其是医院，哪怕此生不能修成正果，来世也定能再去仙院。我们怎么就修不成正果？挂牌许愿啊，是九国时期流传的习俗。来，小美女，许个愿吧，5元一次。沈先生，您也要许愿吗？不用了，我从来不信这些。老人家，这碎玉您是从哪儿淘到的？沈先生，感兴趣？这万事万物总是有因才有果。我在见到这块玉佩之前，又怎么可能先梦到它？